肇慶二塔戰備渡口已經63歲啦。曾經呢度係肇慶嘅城市大動脈，承載咗唔少肇慶人兒時嘅回憶。1959年12月，以渡運車輛為主嘅肇慶二塔渡口正式營運，由原來肇慶渡口所管理經營。曾幾何時，呢度係車水馬龍，排隊過渡車輛連綿不斷。1985年2月，經省人民政府同意，正式對車輛徵收過渡通行費。上世紀80、90年代，二塔渡口迎來咗繁榮時期，其中2000年達到高峰，拖輪有7艘，渡船有8艘，18車渡輪有3艘，240匹馬力渡輪2艘，年度運量達到50多萬次啊！2017年3月8號，二塔戰備渡口開始實行免費渡運服務，為西江兩岸市民出行提供方便。工作時間就係早上嘅6點30分至晚上嘅6點45分，每隔15分鐘一班船。隨住城市嘅不斷發展，肇慶往返西江兩岸之間架起咗幾座大橋，陸路交通越來越便利。二塔戰備渡口也漸漸咁淡出咗人民嘅視線。2022年5月15號，包括南岸麗晶渡口在內嘅8個渡口撤銷使用，而二塔戰備渡口依然堅守崗位。佢帶俾我哋嘅係記憶同友情，同時都會永遠紮根喺我哋心裏面。